台南经过20档的努力，今年成功争取到世界蓝展甲台湾国际蓝展同步举办，去62个国家参展，展期嘛延长到16天。根据统计，每一天拢吸引数万人前往欣赏，总参观人数突破到35万人。现场蓝花销售2500万，嘛创下历年来新高。对此，市府甲主办单位台湾蓝花产销发展协会、伫农业部农粮署以及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等单位指导协助，19号正式举办成果发表，盛大热烈。今年的国际蓝展暨世界蓝展从2月24号开展，一连16的热门的展期，创下了很多的好成绩。我们这次的世界蓝展暨国际蓝展，所以我们的订单也超越了以往这3到5年的蝴蝶兰订单，已经超越了115亿的台币，这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。观人数有比去年再增加了2.7万人。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许多国人以及外国的友人都纷纷惊艳，而且我们选择了在台湾灯会跟蓝展都是在同一个区块能够互相辉映，而且互相能够拉抬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应该是非常好的。那明年2025年，台南市也争取到了亚太蓝展的主办权。会中市长贾马所预告的好消息，也是3档举办一摆亚太蓝展，明年3月将甲台湾国际蓝展同款以上展的模式来登场，要持续行销台湾台南的蓝花到全世界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